能并行，他不会煮。哎呦，还好他年纪只有小学。哇哇，哦，台公一起安活呢。太有，别这么说了，太多了。我才正夸奖。这个客家话怎么说？三条。哦，好厉害！先给他加0.2。加分啊，加分。俩声音吼，以很多嘅事情吼，这头都俩不一样哈。你看小荣，哎呦，哎呀，笑容代表一切。幸福不需多言。你有见大毛儿吗？大毛儿好帅啊！大毛儿好帅，好人刀哦。我先炒出甜味，你们不要这么不肯定的样子，我会害怕。OK？ 不要，我的想又没有办法。Hello， 各位天司機前面廣東朋友大家好，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大家好，保養薯坤一家之主，我係民族。係鍾白強。今日同飛起來到太海呀島畢業哦，然後大溪呢，已經全台灣嘅年度來呀島畢業高高啦。今日呢就來呀島畢業來前菜啲嘅料理牛肉，先來分享到今日呢天色清爽，提前來分享到龐賢琪龐師傅。主持人各位朋友大家好，你龐師好，傅你好，還有好青友鳳七師傅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歡迎。好，馬上呢就來分享到今日嘅潛水炸。我這邊呢非常感人，是祖孫檔，一定要不以後講。冇錯，呢特別係收音機老鄉有弟弟。哇，哎呦，弟弟非常難刀呢。哇，好棒啊！他的髮型比我厲害。真的。你看玩家哈，我們這邊也不簡單哦。咱們今日分享到係係清俊死了，清胖甜美。對。哇，這兩個係兩公婆哦。你好。感情安好呢。我們這邊有一種像花澤類的憂鬱感，憂鬱小生。為什麼弟弟都不笑？對呀，應該是秀英姐拉弟弟來報名的哦。想要弟弟要倒閉耶，在大溪這裡有什麼好玩的？你跟大家介紹一下。你都會跟朋友去哪裡玩？國小，國小嗎？哪一間國小？南新國小。南新國小。哎，他講到重點了。對。他好厲害哦！你就是南新里的，對不對？哦。因為南新里斗兩邊所在有一個很有名的廟，已經有300多年的歷史嘞。這個是永昌宮。哦，300多年歷史。那這個永昌宮有中亞後高夫區內嗎？在你學校附近嗎？永昌宮。真的哦。我問阿姐吼，你對一個，因為個兩間廟吼，已經有300多年的歷史了吼。那平常也在你們這個生活的附近嗎？來已經待到嘅廟嗰邊已經50-60年嘞，俺都待到嘅啦。那唐公吼，當年的新月嘅26號哦，會有一個神農大帝的誕辰，或者是有神豬比賽係嗎？有。有參加過嗎？我看到我家公的時間吼，去煮柚吃，阿米哈我家公過身了後吼，我就冇吃的啦，就用5升輪到骨頭，2年輪一次吼，輪到骨頭。係冇私人嘅，就用5升哈，5升做個擺安尼。必須有你要注意貼片哦。哎，他唐公哦不敢用就是真的活的，所以他們還要用免洗來取代這個豬公。冇錯，像當年都倆倒閉嘅，就讓他們冇用神豬來比賽嘅，人家就用麵線啊，也係米粉啊來比誰大。哎，我最近有聽到新的創意，用小豬鋪滿，也是一種方式哦。好，馬上來看一下體育館的食材係乜嘅。好，兩下就會打開呢本大家看一下體育圖嘅料理，今天嘅食材係乜嘅？都是咧。講。哦，菜條。人參。這個是什麼？這個係乜嘅？菜條。對，每個人不一樣。代表今天兩組都會有好彩頭。什麼？好。接下來呢，來分享到今日有關一個菜頭烹飪道霹靂專家，分享到係葉元仁葉太哥。葉太哥，你長得很像菜條，應該係呢菜條嘅色呢。那大家講看吼，這個在地的菜條就是買個特別嘅蔬菜。那大家介紹就係啲葱誒，按照烹飪菜條。烹飪道嘅。烹飪，白玉蘿蔔啦哈。它一般來講就係你做用滷誒，就係你做誒
吹跳板啦，做吹爆啦，了就全部全部都係，而且客家人啊，哪日嘅吹第二個羅皮咧，來做嘅料理聽到嘅，羅皮前、羅皮時、羅皮蓋都吹布呀嘅全部都係。都說呀，你就講講都太自家嘅食咩？哦，係啦。那它一般英宣食得多哈，就吃得起的哈。那它的好處有什麼啊？冬天吃萝卜嘛哈。然後，然後夏天吃薑嘛，有御寒的效果。對，好。啊，今年糖果美就帶了嘛個好食的東西哦，哈。來，我們大家吃吃看。哇，這個董後生，這真的是拿來種菜。真嘅呢，這個真的是很棒的小菜哈。兩種醃法。呢度嗰種羅皮嘅米頭感覺就係都阿婆嘅無卡嘅，對，阿婆嘅面重大下，全部都係羅皮嘅米頭。佢調過一啲嘅吹布，用一叫嘅就一搭錢，一搭錢。錯。兩種米線冇同樣。兩種。弟弟說什麼？他們盛行。你喜歡哪一個？白的、黑的？白的，黑色的較好食。你做乜嘅嘛？黑色的有老痛。哦。好食。羅皮咧呢最重要嘅就係天要有水分，天呢要有甜分，全部要的地度都有，而且生冷盤呢最吃得出它的原汁原味了。好，今日用嘅話題冠軍哪一個胖用羅皮咧，隨來進行挑戰，馬上出來開始哦。福卡好明星，大家家庭都有生係自家嘅好明星。用最低限天嘅時間地度，用菜地嘅指定食材，做出自家嘅素路菜。到底哪一家嘅面試會較上癮呢？準備拿出人嘅好本蛋，一家之主送菜嚟。第一關的料理呢，剛剛冇講到，我們今天算是什麼四代同堂哎，你看看哦，有做阿太阿公哎，我們算是壯年輩了，對不對？其實兩邊的味道都很想試試。對，所以我們待會就是用一種合家歡樂的方式，合家歡，用他的做料理，所以弟弟不用緊張，好不好？哦，等一下，唔是小李慢慢做，那從你本身哦豆腐蝦做嘅西里是好咧。冇錯，馮翠帶來的料理係乜嘅？湯牛肉片。很厲害，湯牛肉片。啊，咱最今日要做嘅料理係羅皮嘅鳳綠蛋。鳳綠蛋哦，有看我們節目。好，太感有信心嗎？有。馬上就要進行挑戰，3、2、1，搶開始哦，莎開始。我跟你說，我們家的享用呢，你要等他，我問完問題，你不要插嘴。好，沒問題。因為他要慢慢回答，他要慢慢講，你一下講他就慢慢講。對，而且我剛才已經確定過，他會煮菜，有可能比他會煮。哎呦，還好他年紀只有小學。很難說，我們也可以跟小朋友一起主持啊。到莎莎都考慮到。對。哇，很有架勢呢，厲害呢，弟弟。張國謙，你可以下給削下來皮，這個就是薄到可以透光，嘿懂厲害嘛？而且你大講，它每一條皮都上了 Q 用寬一樣薄，唔會吞鐵。而且慢工出細活，很細心哎。幾年級？3年級。3年級。啊，弟弟，你的興趣是什麼？直排輪。哎呦，直排輪，現場滑一下。還好，有沒有？我未來的夢想是廚師。哦。好，那你加油哦！我們大家再回來，小心手哦哈。好，謝謝。修得漂亮哦。哇！哦，台公你吃安河呢？厲害吃這麼多了，太多了。我才正誇獎。我們弟妹姐啊，你吃安多嘞。而且肚子好買的東西啊，這個你要拍黑嘛？看素火腿。我們的主題還是這個腿條。對，不要搶走它的風采。但是我們的厲害的就是我們的那個風嗆蛋，要不要猜看風係乜嘅？風係啱啲嘅，風係乜色咧？風是風腿條啊，啊嗆咧？嗆咧？生內瓜。生內瓜。啊蛋咧？蛋係乜嘅蛋？哦，就是蛋。咩啦？水條啊？哦，腿條啦。腿條啦，哈。看起來凍碰牌哦，針枝口切到凍好誒，凍好切到凍好哦，而且感覺豆腐卡有做料理，太子欣賞豆腐卡有做料理嗎？以前有啦，以前佢會攏愛煮。哦，係啊，佢感覺佢切到凍好食誒。對啊，係啊，講佢豆腐厲害呢。誒，你凍幸福呢？係啊。好，那你啊，幾條邊可以下先幫你切一下。你啲水滾咧，嗬，你做得平嘅。滾嚟啊，做嘛？好，你要看哦，你要看一下哈。什麼？
这好薄哦。那该会先通过有这个林毅，对，阿两个婆你没水棍动力呢？你的水滚的哦。对啊，那怎么干？想要你会放酸不条错，啊，这个客家话怎么说？三条，哦，好厉害，先给他加0.2。加分啊，加分。哎，阿婆，你的刀工有交给祥佑哈，你们两个切的都很好呢。哎呀，你们都走透光系列的呢。对，动力仿佛可以去故宫博物院展出对，了。翠玉白菜。对，溜了吗？还没我们是白玉火锅，哦，嗯，真紧东啊，干肉个切么肉？这个啊，牛蟒切。切哦好，切好了哦，啊，现我要腌在锅一下这个，腌一下。腌一下，腌要不要晚呢？要么干？要卤啊不那个盐巴，他们的塞内瓜要腌一下，是不是？腌要不要切给我一个碗，才能腌？这个腌一下才哎，腌一下，腌一下好。哎，坐低嗎？走的，哎哈，走的，哎，厨师帮我哎。哎，秀英姐的意思说，那就交给你喽。哎呀，哎呀，哦，这样就很好吃了。蒜头我先溜起对啊，对啊。干能溜起条骨，好，真表面。工都好细阿婆哦，，嘿，马上到祥佑嘞，把个蒜头皮啊，它咕咕叫的，它很哎，硬。姑姑教跟你的啊，一样，姑姑是万能的。姑姑，哎，好，等一下讲到这了哈。哦，好我，要落配的滚哦。哦，對哦，然後呢？你滾咯好，哦，溜下水喽。我们的红绿灯开始喽。那就很容易给牛啊。我们用那个前腿的肉，好吃软 Q。前腿很彈哦，真這個，你耐情的按後會補鳥。你讲到他的笑点，對，他就笑了。小嘞，你講你愛懂補鳥有後嘛？俩聲音吼，水很波嘅事情吼，這頭到俩不用吼。你看小龍，哎呦，哎呀哎呀，笑容代表一切。幸福不需多言，看他切東西就知道他平常是真的有在切的。我很懷疑他是不是廚神投胎的。有可能呢，菜頭加香菜絕配，之前聽到正次哥恐龍絕配。哦，什麼？好，OK，要第一個了嘛？哎，聲音哦，聲音哦。很重啊。小心小心，聲哦。國謙，你要不要來幫忙？好好好，不用啦，不用哦。是讓愛談熟嗎？不是啦，安樣走的啦。好，好，等下當都那這來哦。孔開片哈，那個也要爆漿啊。都在開始來炒咯，哇，好厲害一大哦！多呢。哇，姑姑剛爺哦，很強很強。不是藝術哦。他是唯一的孫子嗎？沒有，還有大的，還有大的。大的這個懂腔哎，你看狗狗他啊你孔經哥哥，那都是第幾個該死死不用，對前面哦。其實看他切東西就知道他平常是真的有在切的。我很懷疑他是不是廚神投胎的。有可能呢。有可能哦。今天他就尬辣椒哦，祥佑敢吃辣的嗎？哎呦要吃辣了。你真的出乎我对小男生的印象哎。好，我先去看我们那好，个那再孔開片哦。切太大没关系，我要我们先去看《神仙眷侶》了。哇，哇，去煮好嘞。哎，景定很风呛蛋呢，哎，还加一点点那个香菜哈，香菜那个是提它的味道。这个一定要表翻了，对，而且有素肉跟也有一般的前臂肉，嗯，顏色好漂亮哈。对，很強哦。有挑米嘛，有調味的，干幹嘛干東西？加鹽巴，鹽巴嘛用一絲的湯，哦哎，好，看起来炒炒是差不多的。好，那我們趕快去關心我那裡一下。好，哦。哎，這邊香味出來嘞。哇，哦，哎，徐師傅加分一下，拜託。有，真的它的味道有出來。他這真他的的意思說加給太感人了，而且佢徛木餐拿個木柄要動油加絲哎，我看下佢切的肉皮的吉烹哎，嗯，很漂亮，半月那有片差形不。多。你有吃车公鸭脆脆吗？有吃过吗？都不凯有试做过，有试吃吗？有。好什么？在家里是阿婆做给你吃，人家说好不好吃，就是问小朋友就知道。哎，摸摸错。生野跟猴舌一定是好吃的。阿婆刚刚那个祥佑说在家里有先练习过，因為他
姑姑师长煮菜，他就会去写，哦，他去帮忙。我觉得这个要夸奖一下，秀英姐刚刚一停下来，祥佑立刻接上，对，阿婆完全没 hand 一走呢。很棒。自动哦。对，好，好然后倒数慢慢调味，哦7、 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马上来吃吃看那体育馆底度哪部卡米西较好吃呢？好，刚刚所以团用煮煮出来真的是太精彩、太温馨了。所以一开始就讲到，我们干脆就请张伯谦拿出3000元，两组都第1名就好。哎呦，是说3000拼棍，你刚才也说各3000，这个蛮清楚哦。对啊，一组3000，一组这样3000哦，单位出3000。那你出那个3000啊经纪人，我们这一集这个预算够吗？够，哎，拉嘞啊！好了，先来吃这一下你猛追耶。我们这边主厨是祥佑弟弟哦。哎呦，平日晚生意实现是就有嘞哈。因为很多记者做精英动活学的，哦，活学呢？咸味不够。不会啊不，会，很清甜，现在瓜还没懂甜。它因为刚用好炒的冻软，很嫩。杨佑今天煮的怎么样？味道好不好？好。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。他很满意啊，。你两下感觉记者做的好学吗？好食，好学哈，真吃狗好吃吗？好食，好学。真好食。真好吃哈，就是弟弟煮的哎，了。声音都长出呢。哎呀，唔简单。好，来分析下蓝水。好，蓝水咪唔简单哦，那呢？风呛蛋哈。好食嗎？俺忙食吼，唔讲俺平时先讲日记，该菜头加香菜绝配，是像你老正式哥强龙绝配。哦，什麼？你唱老杯的同安呢？做啲搅拌，同針對嘅。因為佢加嘅料很好倒哦，所以佢老該菜頭嘅香味、老香味哦，多了更多的變化。秀英雞翅肉呢？煮啊，沒懂好吃哈。尤其佢含就加那個素火腿，會是凍河哈。好，兩個老片的呢，其實兩家都表現到非常非常的厲害。呢個時間呢，先向龐賢琪龐師傅搶分數。哇，咱水得到一份呢，你下看一下青個鳳師傅搶分數。耶，give me five，give me five。 1比1，今天係最後嘅結果，唔過談一下龐師傅講一下。好，哦，基本上我要分南推的泰國泰姐哦，會分迄演員迄，我就給他東西哦，就入面。調下都煮的時間啊，就去個大姐見說蠻好去了，蠻好去了。哎，我就感覺到說，哎，他的東西有入味哈。用熱味啊。用入面哈，還香。他兩片呢，但你兩片未凍好食，啊唔過就講差一啲啲的，泰姐跟人講嘅蝦味稍微細細的，係較無愛鹹，較無香，係較無香味，所以我分兩片成1分。啊，七師傅。好，你看上海兩片以外，佢嘅梅頭差唔多，啱啱咪半兩片意思，佢會該菜頭嘅梅頭叫煨出來，咁點解湯要菜頭嘅梅下沖一點啊？啊，未當我食。啊，兩片呢，因為從兩嘛，從佢應該幫菜頭嘛，你做得先燙過，啊，兩菜頭以外，你做得直接落去煮，本嘅梅頭又釋放出來，是要菜頭嘅梅頭出來，吼。哦，所以兩片吼，有1分哦。湯起來做燉河，不過全還有一些做啲改進嘅蔬菜。冇錯。沒關係，得到1票，開心嗎？有歡喜嗎？有嗎？有啊。啊，你歡喜我得到1份，有啊。好，三點下來呢，我唱睇次架先休息快，因為呢，等下我先來做學生嘅，就可以喺今日龐賢琪龐師傅帶來嗎料理要教大家咧。總鋪素滷菜。哦，你們也是呢，太搞認真好了，因為龐師傅也是久久來一次。我說給你帶來料理一定要非常厲害，你哪個菜名？他說翡翠白玉鳳。哎，今天都厲害呢，厲害哦。感覺翡翠還是放在故宮裡的菜。對對對。哦，太有賺啦嘢哦。啊，今日準備有乜嘅食材？哦，因為基本有炒豬肉，哦，滾湯兩百個。應該是魚漿吧？哎，對對對，我們加了魚漿，然後還有香菇，還有薑、蒜頭、紅蘿蔔跟這什麼？菜頭。不，咩菜頭啊？
炒这里啊，主角在这，那这个是什么？轮角没，啊，荸荠，哎，对对对，你看闽主有煮出来就底，啊，这两个呢？哎，这个就是我们的另外一个主角配角，哎，翡翡翠翠，哦哎，这个是有典故的，哎，对，啊，还有当外嘞。哎，蛋黄是我们上面要装饰，啊，你要粉系嘛，该粉。便宜粉，等一分，哎，好，莎莎来走口。好，那今不安尼用了白玉萝卜，好，葱诶，啊切，切一片的哈，差不多2公分，啊一片的，好，你去几度就做几度哈，啊，剩的冰嘞，啊，今不咧，你要东人来搞个烘焙油嘛哈，然后要压，哎，里面做的压爱心的哦，哦，里面做的压盐呢。你烘焙教室的，哎，对，那就加了，因为最近在做糖霜饼干呐。哦，好，不要落去，压下去，哎，你落去，然后压下去，好，压完之后呢，要捧顺的呢，要去抹一起哈，那也就一张梅花出来了哈。哎，可不可以这个给我的祥佑用用看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来，过来来，好，不用种看看，多神我们1人1个，好，来，你要小心哦，哈，平平的压，平平的压，对对对，1、2、3，哦，神的是不错的哈，有没有压到底？压到底。有，小心手，声音压到底。好，那旁边的剥掉哈，旁边剥掉，好，旁边的啪啪也剥掉。好，那我们呢，另外一个呢，要里面要上那个肉酱，所以我们中间呢也把它压一个膜，想要看哦。凤给意思黑安用哈，没凤的意思黑，香在里面呢。不是，这个是香肉。嘿，凤的意思是说，安尼，客家吹的嘛，玻璃层凤，该凤的意思。古挂凤。凤的意思是炖冻丢的意思，所以我们这个白玉萝卜呢，它也不怕这是香，对。好，可以先帮我的祥佑一下吗？祥佑来压下去就好了，这样往下推，往下推下去，好，要把它往上，这样就可以切，这样就切干净。对，来再玩一次哦，给他压，有没有看到正中央？ 1、2、3，哇，它力气都好大哦，压到底，压棒哦，我们就有一个这样的空心，你刚刚4动，你就提升1动，好，对啊。那接着下来我们压完了这个弧形呢，我们放着哈，放好了，好，我们大概呢，你一个萝卜可以压个4、5个左右啊，我们就把它挖成这样子，哈，压一把该，这样，这样哈，好，这样，好，哎，你不用洗嘞，好，啊，炒猪肉捞一盘，炒猪肉，炒猪肉，哎，酱猪肉来一盘，好，来，麻烦他染不爱洗嘞，给我1汤匙。2汤匙，好。哎，你肉啊，吼，老唔强诶，其实该肉该结缔组织，含那边缘吼，其实哦，不是老软，那不是老偏粒粉，你就老软咩，按老去做18就好嘞。哦，该就会变肉点，它就会软，就会滑。它用然后再做18有冇？肉浆出来嘞。哦，唔是讲叫咩搭，有啲搭把叫做天昏地暗。对呀，这等于这样哈。哎，你按你就本源嘞，你看按种自动出来嘞。哦，唔是噶乱拍是做的。哎，我拜托你嗨。好，拜托爱做嘛个。对嗨哈，来跟我起火。好好，谢谢。我个比早，一滴滴的油就好哦，一滴滴的油哈，唔是多。来香菇，煸香菇的时节，在水的老腌它，腌它早的味哈，我会讲会煸煸，对，会炸出来。炸出来时节，全部水就叫做油滴尾出去，也唔会香。哎，哇，香味出来咧哈，有味道哈。有。大家看到冇？金黄色，哦，有金黄色，好嘞，香哈，看，香哈。哦，这个调味哈，没有炒比香哦，哦，俺重点在这里，要比香。哎，俺肉才会香，才会去腥味哈。啊，不给麻烦一下煮出点。好，谢谢。全福吗？哎，全福。好像鱼子酱哦，鱼子酱。啊。老师在红楼被人用炒的样用切。用切嘞？啊，没有。切得很香哦，经常人家用切，因为我哋都该学高中餐乙节哈，切丝切片，有给它公分0.2，哎0.2，吉里亚哈系大学专任教授。哦，按杯嘞，好按最后嘞哈，按看，好，按看到佢炒出来就按完了噻，哦，按冻香哈，冻金嘛，冻香咧，落落嚟係白鹽，落去來，哦，落來。那幾多落幾多，我全部落哈，按就好嘞，好，謝謝。中華母中的全部。全部落向多誒，哎，你全部做按慢慢加啦，哎，慢慢加，好。按完，然後一攪落去，一下羊肉稍微有香味，哦，然後增加口感呢，吼，然後哎落去，哦，哎你加，出水要捏起，水要捏一下，哦，來，然後
萝卜好了吼，然后太白粉有冇？放出锅就起来，它会痒。嘿，它会痒。有时候那肉会掉对掉。哎呀哎呀哎呀，不是会熟一些片粒粉。放捏它哈，哦下落去，哎，下落去，哦，放最后嘞，哦，用下落去，好，所以要肉吼要盐先出来咧吼，就唔会咧，原本要做3加4好咧哈，三加4好咧啊，才会肉我掉。要准备好嘞。哦，你好猛来嘞。我们要用那个蛋黄哦去装饰它的表面哦。老师，你的蛋黄是有先做什么处理的吗？有配时咧，从这本源拿来搭配沙西米，其他做种迄嘛干咧。提味啊，所以你也 A 咯，提味，确定吗？确定吗？我们要用那个蛋黄哦去装饰它的表面哦。老师，你的蛋黄是有先做什么处理的吗？我有烤过，我有加米酒。哦，对对对，这个萝卜就先跟米酒了烤一下啦。哦，中要金米酒啊。哦，没。比较香是不是？不去腥味。哎，那不用做挡杯。哦，稍微挤下去。像小雏菊一样。对，有没有？这是一朵花，所以要花心。对，要花心哦。对，要花心。不是那个花心啊。然呢，做好嘞，完成品就做了。然就拿去捶。整起酒的，要整起酒的。差不多咧，你听我讲的那种客家风有冇？风就唔讲去吹，你就在吹，还是吹30分钟就好嘞。可以看吗？可以，来。好，来。好，我们现在呢，这已经有成品了哈。剪。哇，好漂亮哦，又好吃，对，又漂亮。那我们把它装到盘子上。好。要把哦，要这个吗？今年的摆盘美就贴贴荣幸吗？同时哦，生意哈。好，用到了尾来哈。你老是晒到了边，带了尾来摆盘。哇，哎。人家景英走啲學戲咯，吼，轉去那個關懷據點走本大家選。對呀，過年過節剛好做事咯。根本做嘛個用該翡翠咧，因為我上咧愛做嘅時陣，就上到落皮咧吼是白色嘅，就要留啲翡翠落去。白配綠。所以你有做搞太改下吼。你弄該菠菜汁做嘅，你沒有做的青江菜做。你那個菜切到綿綿，你應該汁出來，汁出來，就落蛋白，和去落去調啊，一啲油嘅落去，三個加在一起，就水煮滾，細啊過去。其實就愛照，其實蛋白的原理哦，那你愛勾芡，勾水，那你愛勾芡1 cc 的先哦，做唔算多。这道菜有点复杂哎，这只能过年做一次而已。迎年走就白，白，走白啊，太吹的意思啊哈。可是摆出来真的很漂亮，很简单啊，很简单。哦，来酱油。首先要先去那个做蛋糕的店买那个刚刚那个模具，现在很方便呢。对，好，我们要琉璃芡，所以酱油呢不要太多，要加它的那个。好，什么叫琉璃芡啊？薄薄的芡，薄，对，似有似无，砰砰按有名。徐师傅解释的真好。我们厨师也是蛮，就像医生啊，都讲大家听不懂的，医生那个，那个帮我拿那个 CD 不那个，对，就是医生都会讲一些专业术语，对，专业术语。有看到吗？翡有哦，翡翠出来了哦。好，我们现在把它淋上去，来。哇，好漂亮哦！超级漂亮的。你需要汤匙吗？没有，痛惜美好好了，好了，专业的。好。哇，该摆盘呢，这个是辣椒有吗？对，辣椒啊。你等下就吃那就好。我比较想吃辣椒下面，好不好？辣椒下面其实我很想吃。可以吧？好。哇，好，漂亮。哇，本太家可以嗨，好，安牛就好食咯。
先来长知識出題目一下。好，羅皮時咧，從啲本源拿來搭配沙西米，但其他作用係乜嘅咧？ A 係天味嗬 ，B 係益菌。題咪也係細菌，係打着上坤啊！先來猜拳，你會猜拳嗎？好，來。啊，我都要排馬莎來猜拳。剪刀石頭布。政治歌啊，政治歌。好，政治歌來。剪刀石頭布。讓你，政治歌讓你。我看那題目嘛。A I B 是提味還是殺菌？提味啊，所以你 A 咯。提味，確定嗎？確定嗎？殺菌。啊，你 A 哦，哈。你確定？最尾係乜㗎 ？A I B。大姐有 B 啊 B。好了，應該拍到那裡了哈。好。也太明顯了吧？哎，張博謙。我說確定。好，那我們也只能選 A 了。好，倒帶答案係 A，也係 B 咧。答案係 B。因為咧，羅皮斯地位度咧，它有蘿蔔指數，啊，佢有種種嘅個抑菌功能，啊，然後咧，而羅皮咧，佢會 keep cái沙西米地位度嘅對血脂，啊，保持它的新鮮度。所以係 B。好。那之後你們幻想生魚片的味道，那我們你捨得不給祥佑吃嗎？不然用一個剪給他們兩個人吃嘛，好不好？這真的是大菜系列，平常時豆腐哈吼，有可能早班的時間已經下住頭了哦。來，泰國，泰國菜做得比較好來的，你養嘞，你做的是嘞。係啊。好，寶刀出鞘，咩？你要這邊，這個邊，吃，他們切一半。好。我感覺吼，跟五種吼，然後跟肉種吼，因為中烘，搭配吼，最外配跟那個菜頭香香的，畫龍點睛的是最後這個蛋黃，滴烘的，然後最後整個加起來，最後淋上那個有點像芙蓉的感覺，芙蓉醬。現在就全部人吃了，我沒吃就對了。冇寫到，也沒有啦。真的，怕，真。你要緊緊好寫。不是啊，你們要好好老太講一下米頭啊。真的好吃。上面的翡翠呢？上面的這個翡翠，真的不簡單，做起來不簡單，吃起來也不簡單。好，靚廚料理冇咁簡單，睇下好多嘅話呢，那不然係有興趣考下嘅中餐執照嘅話，就得用嚟上路。我生下來，見狀嘅來挑戰一畢業，誰來進行最杯麵館比賽？我係太宗譜，兩嘴運用接力嘅方式，就自家嘅口味，做出自聽嘅菜色。喺之前都唔知接力順序嘅情況底下，兩嘴係咪會因為太緊張嘅殺亂紛麼？到底哪嘴真係真正嘅一家之主呢？你誰來上菜了？好，最杯麵館嘅人的料理接力賽要來接力賽了哈，先來唱齊師傅。用配一下叫咩菜名？味噌蓋昆。米中給昆。米中給昆。米中給昆。好，一樣來抽棒次。好。我派出祥佑幫我抽。幸運之手。那我就派出我們的正次哥。正次哥。你們要再對決一次嗎？對。好，來，我們男生的對決。好，來。剪刀石頭布。加油！你要選1、2、3哪一個？拿起來，拿你拿哪一個？你選哪個？1、2、3。好，1、2、3。黑貓哥。提米蓋。好，因為那裡啊，黑貓。好，1、2、3。哦喲，提上蓋。走的，不錯呢。看起來我們又是勝利在握了。哎呦，你呢？等下第3棒要是本博先調味的話，太太了哈。好，唔怕，最杯麵館米中給昆選就來進行挑戰嘍。現場比賽倒數3秒鐘，3、2、1，搶開始！哦，開始了！第一棒，加油！先來我這邊吧。好，先講該片好了。8時間，這道菜在家裡有做過嗎？沒有。哎呦，胸脯妞哈。要怎麼樣胸脯妞不看嫩呢？對啊。是不是要醃一下？還是順啊，是膩呢？還是要？這個是順紋。
鸡肉跟鱼肉的顺纹切。要用片底粉搅搅啊嘛。啊，这样会好好嫩哈。配菜盘。好，我觉得可以。先对，配料。要先卤东西嘛，卤一下，我会用卤。一下，卤马街，一点酱油，酱油还有鱼还有嘛干，还有马街，要不要蜜浆也给它卤一下？弄一些蜜浆东西，还有嘛，同匙都同匙，可以弄一点蜜浆东西。都韩文嘛干，这个比较咸。要给它喊，所以我们不用太多。好，先枸杞喽。马街片咯。真次枸杞还好吗？做什么？好，等一下播你哦。哇，你看，哎呦，好慢哟。哇，你们的鸡是整只带来的哦。对，整只给它挖出来。我们等一下有要熬骨汤吗？有哦，难怪我带骨条来。啊，水有剩足吗？有哎。好，那现在让一煮。刚刚吃到安油哦。那就要做概括的。概括哈。我觉得你要用煮就痛香哎。几多水？安油辣吗？差不多。好，差不多。你要干嘛？你要做嘛干？现在是犯规给你用哦。对哦，我是看在正次哥的面。没错。而且你们有没有发现，俺就给爆肉笋，哎呦，很肥呢，动态。动运动哈，跟他这个煮的呢。这个种哎，原来这个种啊，这种韩红呢。这青椒也是我自己种的。这可以先加分了呢。我有卖，加2分。他有卖哦。好，以下拨打专线是吗？我们吃不完的时候哈，就拿来卖的。哦，大家上来，大家上钩了。好。你第3棒啊？啊惨嘞！你跟我们享佑大对决。冇错。只能一个人做。第3音昨天哦，哦哟。哈哈哈。没有，他在做手工艺的部分。对，这个我也是看在那个享佑的面子。还有呀，谢谢。好。你声音全部讲该从头跟唔讲嘞。对啊。可是他没有。他的眼睛不会辣辣。对，他都不会拒绝。哦，等一下有广义的哦。妈妈，我民用主的啊。用有芦苇哈。有。要不用才会片底粉吗？不用吗？还没。哦，没有。不用水一点吗？片底粉吗？水有不用一点吗？好，两下你两下听手，好，听手了哦。好，来，不用调味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不用一些水的，一点点吧。对。不要再逼啊！不要再逼。好，等一下民主题有做嘛该？不要讲话就好。你要水动火力吼，你要水啊。水皂吗？水皂嘞吼。最早嘞。还有加水哦。哪一些？要不要重造哈？冇啦，臭杯摸水吼。好，先不你走一行，先过去看一下。好，你这样做好。否则会有用嘛？阿婆，你看这个肉味，录一下，你们俩小细点。是盐巴，要腌过了，腌过。不要太多了。米手，一滴滴，一丝丝。很腌腌啊。通。叫我啦。记得冇加通。哦，加一丝丝好嘞。3板痛吃啊。好。拌一拌。娇，我给马杀鸡一下。酱油。好。调酒就加嘞。安尼。天年来马杀鸡用一啲狂鸡片咯，哈。好，一啲狂鸡片。继续做。你继续爽吧。先不要用吗？对，先不要用，对嘛？先问大厨的。你要铲呢？好，等一下，阿姨先做哈，因为等一下你是第3棒，然后等一下呢，我要炒米浆。我先炒出甜味。你们不要这么不肯定的样子，我会害怕。OK？ 火会太火掉吗？应该看马街，你看马街，应该都在看阿婆啦。两个。第3场要接棒。哦，第3个有准备嘞。不要，我的享佑没有办法。接力赛有没有玩过？有哈。会烘吗？要接锅菜。会烘吗？会。会。连珠赶快。好。提3杀。接锅铲，帮你拿锅铲。提3杀。哎。提3杀。
你换拿过叫，交，一直叫。阿婆，等下看我家己都一样，老几天数吼，重样给忙切咯。声音呢有好食通了吗？声音呢有好食通了吗？有，加一点糖。不会太干。那个水好要多一点。哦，那再看。哎呀，漏风了，按起来了。等一下，昨天用熟吗？有啦，走的。难看。你第三棒啊？嘿我第三棒惨嘞啊！哈，哎，你跟我们享用大对决。哎，冇咁错。好，先不给。还有玉米粒，好，一声音走停哦。好，你会囧挑吗？你会囧啊？我们的那个米手，米手，我们先炒一下，我们先炒一下，你确定？口听。好，好。为什么咱都爱讲吼？哦，我先挑长类炒哈。会挑囧吗？哦，哎，我要去看我的你在右旁边吗身。你搞得婆姐很紧张，我残判你嘞哈。来，婆姐很紧张。好了，用米出来了。我有一个建议，先你有吃一盘米头。你有见大毛儿吗？大毛儿好帅啊！大毛儿好帅，好人刀哦吼。切葱花，徐师傅的会切对不对？那个葱花，生意熟哦小吼。小而已。这个太勇敢了，这个摩嘎粉重症啊，拜托一下吼，好香哦，是味道。哇，很刚好哎，很香哦。懂我很会超优美可以吗？是生意哦吗？ ，OK。咸度可以吗？好，走对哈，好大家都，那我们相信你哦，我们去看那边哦哈好。走对了哈。需要再改一些米种吗？不用，最波米再把葱花跟手艺再炒一下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好有没有信心？有。好，那再看 Yes 博签呢哈。好，不惨嘞。木盘啊，木盘，木盘，扁扁啊，扁扁的。应该味增为你浓我浓哦。哦，我们有用加水给它搅扣咯。加是5-10个咯那。子可又憨哦，哦，你做得起？应该做得起啊，那做得啦哈。你这个是啦，風隨條要熟要憨麼？嗎？嘅風風隨條隨條青菜都要熟啦，芹菜是要熟，要嗬，很有自要信。芹菜嗬。要哈，風水都要熟，加下หั่要加水啊，加湯啊，因為就因為時หั่嘛，啊，你嘅糖要焦化麼？又焦化。有很焦哦，你要看嗎？哦，準備焦過頭你啊哦。，你啊，葱喺河邊來啊，咧，葱二餅麼？葱來加下切好咧，誒，切好二餅麼？河邊等一下河邊等下，你嘴袂紅麼？我們過去幫我們那裡了。係啊，你嘅嘴袂紅麼？你們先去忙那邊吧。因為陈明完全不理你，幫我了嗎？完全不理你。哦，吃過米頭誒吼，有要不要可以嗎？加一塊來吃吃看？要不看要熟麼？哈，吃看看試看看。好，時間咪到咧哈。看一下有沒有蜜中？有沒有熟？好吃嗎？你敢吃青椒呢？哈，哦可以嗎做對嗎？可以好，好幾個。好了，倒數嘍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時間到到嘞，馬上出來吃看下最杯米館那部卡張係你嘅太中福咧。好，最杯米亞一館，蜜中老傑坤 Q 哈來做料理，兩家呢都可以有非常的單調。而且呢，剛才其實是最後一棒都是男生大對決哦，哎呦，嗯，所以我們勝券在握。你看享有來，很快，好了，吃吃看玩起来了补水耶。剛剛那個田梅姐的芒雪開始之前呢，他就說哇，你們的配色很好看呢。你還沒中獎哦，嗯，有滿意嗎？這一次自己做的，好什麼？好吃，有滿意哦呢個。概括凍嫩呢，董淵哦，邱穎記後生嘛，好吃。呢度做還沒有做得咯。嗯，人家雞肉哦，凍嫩董哦，凍淵哦，嫩哦，好，本來是南水嘅咯，而家東澎派包上去吃中嘅，我哋個概括哦，因為搭配其他的食材，所以切得很好食的。被董後生咯，董甜哦。我們的也不錯啊，也很好啊，哎，你找的味道很好，嗯，我們的味道很濃厚哈。哎，對，想要吃的阿婆周圍後生嘛，哦，不是啊，有甜嗎？誰的比較好吃？哪個比較好吃？吃，我們的。哦，我哋個味噌嘅梅豉油出來對啊哦，，對啊，哦，
好，竞总的时间都留2个时间内，先抢庞师傅抢分数。哈？你冇是都爱就给寿司哦，好，两下玩下金牛凤714服。啊！我会讲呢，讲看。哎，庞师傅先抢公平。哦，伊俩片的个米浆米啊吼，它甜，吼，它有个米浆的个淡淡的香味，黄豆的香味。啊，给你片吼，就它虫米它含实的，啊，俩片的肉哦它嫩，我就俾个它1分。啊，屈师傅嘞？哦，我袂本两片上，佢会甲酱汁、味增酱挑到拄好，啊，佢会盖肉盖菌会切到冻好，甲吃到很嫩的，啊，佢盖肉又卤过，又本佢就到个肉地板，啊，两片也不差啦。哦，我摸两选片两片，系因为佢个味增可能用强度的吃到水味。张伯谦家的。水味。那像我两头主鸡系味增鸡面啊。面做啲强端，你用强度的时间，佢会个甜味带不出来啦，带不出来，所以俺上面选两片。有点可惜啊。差一点没停啊。可是我们自己这边的真的很好吃啊。非常好吃，非常自己的。好吃啦。非常好吃。好啦，今年的比赛呢，其实哦，在大家心目中都正经喺国家今后的料理的你最有深度。加风吹得到3分，南吹得到1分，恭喜风吹得到3000元的加菜金，有奖学金哦！哦，要上交阿婆了，系吗？谁说的不一定啊。好，我咱最近咪当欢喜哦，这里得到安好嘅奖品哦，一体成型不锈钢刀具组。有一体一秒哦。该好该豆儿喉咙哈，好用哈，省不呢，恭喜恭喜。好，小友你要替找老太家讲一下，这一次参加的心得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吗？一开始会紧张吗？会。那后来呢？会。为什么不会了？因为感觉煮完这道菜就有点兴趣了。哦，不错哦。最后我也喊你，刚你今天拿到3000元的加菜金，你有想要怎么用它吗？存起来。哎呦，哦，他刚应该进心啊。长大之后要怎么样用这个基金呢？家里出事的时候会用到。比如说有需要的时候就用得上，对不对？对。好厉害哦！来，当中的问题呢，他会不会推荐他同学来比赛？哎呀，你会请人家同学叫他们比赛吗？邀请同学来比赛吗？可以吗？南新国小对不对？好，恭喜！好，秀仪姐，要不要参加新的比赛来分享一下？要不然给师傅讲来，给肉啊，用慢料理挺多啦，我哋好多挺满意。收获蛮多的，而且还做老师那 Q 哈雷上天使哦。恭喜！恭喜！好，要不要绕场一下哈？我们正式大哥跟大家讲一下哈，今天参加比赛的心得。当欢喜嘛，有欢喜嘛，有哈，有欢喜哈。哈，小豆妹。系啊，当欢喜哈，当欢喜哈。他就得到2安好嘅奖品哈。哦，昨天说在切菜哈。系啊。你切出切安厉害呢，连那本你转去哈，转到我哈继续切菜，好吗？哦。然后我们定妹姐哈。乡下嘅回忆很好，对不对？我们也跟大家讲一下，今年参加的比赛感想係乜嘅？我今年来参加了客家电视台，非常的欢喜。啊，我想下摆有机会，我赞个到做到。好，熱天來哦。歡迎。好，今年咪好多動事啦。譬如講剛剛中間的那個翡翠白玉啊，杭白玉機會咪在做啲大刀哈，我們這個社區關懷協會，讓客家的味道本喊好豆趕緊做啲雪刀，好不好？恭喜！今年真係非常嘅感謝睇住教來報名，向下來也特別學習，不管用係成績用牌都係最好嘅畢業，希望睇住教，謝夢。首日哈，杭白哦，其實哈非常歡迎哈，就是像這樣4代同堂哦，無論你係幾多歲，全做得嚟報名參加哦。冇唔錯，依家之主呢就會分享睇住教，向下來也特別練廚藝，向下來學習。依家之主，你下禮拜再見咯，拜拜。拜拜。